交俾李教授。好。多謝主持人啊。咁就我係可以坐喺度講㗎，係嘛？可以坐喺度講啊。咁咧就今日好高興啊，能夠嚟到咧潮州商會啊，嚟到參加呢個潮籍學人與香港系列講座啊。咁西環我非常之熟悉，因為我年青嘅時，我細個時候我住喺西環嘅啊，所以呢度咧我見到好多潮州人。咁我嚟之前我諗潮州商應該喺南北巷嗰度，因為我父親咧係福建人，南北巷咧有潮幫、有粵幫、有閩幫，仲有山東幫。我細個成日喺南北巷嘅啊，所以係去到咧就應該喺嗰度，點知原來咧潮州商會另外就喺呢一邊啊。我嚟到度非常之高興啊，見到潮州文化能夠喺西環呢度咧係開花結果啦啊！依家咧就仲繼續做推廣啊。咁今日我嚟呢度同各位咧係講個問題，講林志峰啊。沒有林志峰就沒有我今天坐喺度講嘢。點解咁講咧？因為我同下一位要講嘅林志峰嘅周家榮教授，我哋都喺浸會啦，係咪啦？係任事嘅啊。咁我對林志峰嘅認識早期真係冇認識嘅。我開始對林志峰嘅就係因去咗浸會大學教書。我見到佢大仔我1979年去浸會大學嘅時候咧，佢係董事會主席啊。咁我對佢嘅大仔林思顯非常之欣賞嘅啊，因為我哋嗰時除咗佢講嘢，有時我哋週會佢出下嚟講下嘢，非常之幽默嘅啊。咁就對印象非常之深刻。咁有時又講到佢同佢父親嗰個親密嘅關係啊。咁到大約係90年代咧，我哋浸會大學咧就開始咧推動咧係近代中國基督教史嘅研究啊。大家知道林志峰本身係基督徒嚟㗎啊。要推動呢個中國基督教史研究咧，因此我最早咧我就開始咧就研究下香港嘅基督教有關係嘅一啲著名嘅人物啊。其中好容易就注到林志峰，但係我自己就冇參與去做嘅，我就係叫咗一個學生去做。以前我哋喺浸會大學歷史系咧，每年畢業一定要做畢業論文。結果一個學生咧就願意做林志峰。佢做咗一日走嚟揾我，同我講：佢話林生，佢話李生，佢話我睇過個檔案，因為林志峰個檔案放喺我哋大學嘅special collection 嗰度嘅。佢話林志峰信耶穌。打斷你一陣。係。請飲杯功夫茶。好，我飲啖功夫茶。全世界嘅講座咧係喺呢度有功夫茶。黏嗲，黏嗲嚇，扎嗲就話扎嗲啊。咁咧我就叫佢做，點知佢咧走嚟同我講嘅句話，喂，佢話林志峰個爸爸信耶穌咧係械鬥信耶穌，我嚇咗一跳。我哋信耶穌好少械鬥㗎嘛，唔係我哋信耶穌好多咧，因為早期都係多或者喺學校讀書啦，信耶穌，或者係因為有街頭報道信耶穌，或者係因為見到教堂自己入到去等等，係從來冇聽過有械鬥信耶穌㗎。佢話咧，我哋械鬥信耶穌，原來咧林志峰嘅父親林兆勳牧師咧，佢當年咧佢條村咧就係叫做金坑村啊，劍坑村，劍興啊。佢咧就兩條村咧以前爭水打械鬥呢，係中國嘅華南鄉村好平常嘅。佢隔離條村叫鯉魚湖村啊，我都未去過呢個地方嘅嚇。呢條村咧同我哋成日械鬥咧，結果咧金坑村成日咩咧？成日係失敗嘅。點解？因為隔離嗰條村係信天主教嘅，打完械鬥之後有天主教出嚟自衛法權就保佢條村嘅。結果係咩咧？就佢哋咧金坑村咧就係次次都係咩咧？都係失敗收場。啱啱呢年一個美北浸信會啲傳道人啲西人嚟到傳教之後，佢哋開始聽到耶穌啊，即係呢個擲價吃膠我哋叫吃膠啊。佢哋所以之後派咗林志峰嘅父親林兆勳，因為佢唯一一個到科舉考過試識文字，派佢咩咧就去加入教會。結果咧林兆勳就跟咗呢個西人牧師去咗汕頭咧，就入咗耶士摩神學院咧讀書，就變咗咧咩基督徒嚟㗎啊！耶士摩係呢個係美北浸水嘅傳教士嚟嘅啊。信咗耶穌啊！信咗耶穌之後咧，佢條村就有護符啦，另一個十字架出嚟啦，基督教。林志峰先生咧，1964年喺世界浸聯會大會講過件事，佢話我老豆信耶穌好騎呢嘅，佢講啊，佢做見證啊，因為我基督徒見證好騎呢嘅。佢信耶穌係因為械鬥啊，嗰個學生就睇到呢段嘅資料，所以走嚟揾我。
咁啊結果咧，林兆斌牧師咧，林之峰先生話：我父親頭頭就係咩？為咗條村保衞金坑鄉，信耶穌，要去對抗天主教村。點知去咗之後，有神落去之後咧，竟然係咩咧？又因浸，然後咧就得信，然後最後咧佢係咩咧？係入教，然後得信，最後佢咧受耶穌基督嘅呢個真理嘅感召咧，佢成為一個熱心嘅咩啊傳道人，翻去點樣開教堂。咁啊，我有個同事啊，林啟賢教授、林夫人，佢話佢翻過金坑，我冇去過嘅。佢話佢翻嗰度有整咗兩間教堂嘅。咁啊唔知而家仲唔喺度？我相信而家都唔喺度噶啦啊！咁啊整咗兩間教堂咧，從此咧林兆斌牧師就能夠成為咩美北浸信會嘅潮汕地區一個出名嘅牧師㗎啊！嗱，呢個就係林志峰先生個家庭嘅一個好重要嘅背景。我點解講呢樣嘢？假如佢如果唔係信咗耶穌嘅話，就唔會有佢咩？有佢創辦浸會大學背景。我相信大家知道，全世界唔係全世界華人，我哋華人地區啊，全世界浸信會大學有70幾間，但係用浸會大嘅大學啊，即係美國當然最多啦，喺世界各地。咁就喺亞洲咧，唯一我哋中國點係得我哋呢間浸會大學 Only One 呢間就係呢個就係佢嘅一個背景嘅。所以我先從呢個咩，我叫學生做研究咧，發現佢係械鬥係信耶穌嘅開始咧，然後即係講明咗咧佢點解會有呢間浸會大學嘅來源啊。咁啊，日後佢之所以能夠乜嘢咧，能夠係辦浸會大學啊，完全就因為佢係浸會嘅信徒嘅關係啊。呢點我首先咧就開宗明義大家講咗。好，下面我就好簡單開始提啦。我就佢14歲受浸嘅啊，林兆峰14歲受浸之後，以後咧佢就喺揭陽嘅真理中學讀書嘅。嗰個中學其實係小學嚟，啱啱變中學啊。咁啊，以後咧就讀完中學啊，係國石好出名嘅啊，好國石中學，唔知你有冇潮汕人啫？以前好出名名校嚟嘅啊。佢太太陳植婷咧都喺國石讀書啊，係國石嘅世家嚟嘅。咁潮汕嘅一個第一個五星嘅景點就係國石。我哋細個嘅時候咧，一講到去旅行就去國石，係嘛？係嘛？喺汕頭港嘅對面。係冇錯。咁佢咧就讀完書之後咧，就送咗去北京協和大學啊讀醫嘅啊。咁啊讀醫本嚟去呢個途徑咧，係所有晚清同民國受基督徒嘅都係咁情況㗎。凡係出身基督徒家庭咧，佢哋好多都係咩？一係讀醫啊，一係讀神學啊，一唔係咧就入教會大學做教師，大部分都係喺呢條路徑。佢讀醫讀唔成，1年之後退學。點解咧？佢喺手術課嘅時候暈鬼咗啊，捐血啊，佢怕血啊。第一場開盲腸葉佢就暈咗喺度，所以就根本就唔可以讀醫啊！你見血暈啊嘛，佢係咁嘅人。咁結果咧冇辦法，走咗廈門讀書，落咗我鄉下廈門同文書院。廈門同文書院咧應該係廈門第一間嘅高等專上學院嚟㗎。廈門呢間學校就係美國領事啊喺廈門辦，只要同當地嘅商人同埋華僑商人咧就合辦嘅。呢間學校其實係間類似依家我哋嘅預科，或者好似即係類似依家我哋所講嘅咩咧，即係 Ivy 嗰啲咁嘅嗰啲學校嚟㗎。頭5年讀英文，跟住嗰2年咧就讀咩咧？讀嗰啲自然科學、數理化或者商科呢樣嘢，讀7年啊。咁佢喺呢間學讀書，佢冇讀完，但係咧讀咗4年，家境唔掂，又學費貴啊，佢真負擔唔起。佢就喺1916年咧，佢1911年入協和大學，辛亥革命入協和大學。1916年咧就喺同文書院咧就冇讀完啦，咁就去咗香港，然後鄉里啊。呢個就係廣元盛行咧，李坤城先生。廣元盛行喺一次世界大戰喺南北行潮幫入邊一個好重要嘅商行，做暹羅生意賣米嘅啊。咁佢咧就去咗呢個幫手，點解幫手咧？做英文書記，因為識英文。林志峰之所以能夠喺香港以後發跡咧，除咗佢有基督教背景，更重要就係佢識講英文，所以佢同我哋戰後第一任戰後嘅港督葛量洪大師交情唔錯嘅啊！我諗起發現咗佢同葛量有啲書信來往嘅啊，有啲互贈禮物啊，交情相當唔錯。英文好緊要啊！呢個就係我哋香港點解個家長都要子女讀英文嘅原因，喺殖民地時期係咪？佢之所以發跡咧，除咗基督教，第二就咩啊？佢讀多幾年英文啊嘛，佢英文冇問題啊。咁佢嘅繪畫寫英文都應該冇問題嘅啊。所以呢個就係咩咧？
佢以後能夠喺香港發跡嘅兩個重要條件啊！咁我先簡單提一提啫。佢嚟咗之後就喺鋼源城行做得非常好啊！根據佢哋一啲記錄話佢咧係勤慎幹練，勤就勤力，因為潮州人特色，慎好謹慎啊，幹練做嘢好做到嘢，升到做司理，以後正式成為南北行潮幫有頭有面嘅人物。30年代就加入咗咩咧？同潮幫班人就埋一齊，於是佢哋就創辦咗咩咧？就係你哋今日嘅潮州商會啊！佢係潮州商會參與創辦人之一嘅。佢應該係31年咧就應該做副會長啦，啱啱做委員長。應該係33年咗，我記嗰個時間唔係好清楚啊。總言之，佢咧咩咧就做咗你哋潮州商會嘅會長啊。佢做會長就開始辦學啊。今日大家有冇聽過潮商中學啊？潮商中學就係佢有份建議嘅。潮商小學，跟住咧小學咧就辦為中學，冇錯，就叫做潮州會館中學。但係佢話係今日嘅潮商小學就喺山度。我知山度啦，依家即係個潮商中學，嗰間係佢開始。但係佢咩咧？點解會提佢咧？佢又冇參與辦小學，佢有份建議，但係佢喺潮州商會建議辦中學，所以冇佢建議就唔會今日潮州中學。啊，主要係講呢點啫。啊，咁佢攞嚟之後就開始做生意，做得即係喺度有表現啦。咁就引起到咧留一樣嘢。佢一嚟咗之後就馬上加入咧堅道浸信會。大家知唔知堅道浸信會啊？堅道有一間叫做香港浸信教會，呢間浸信會非常之重要嘅。我寫過一本書㗎就專講呢間香港堅道嘅浸信會。呢間浸信會係香港浸信會之母。以後所有九龍城浸信會、尖沙咀浸信會、香港仔浸信會、灣仔筲箕灣全部都從呢間出。所以現在你見到嗰間香港浸信教會係香港浸信會之母啊！佢係由嗰度發展出嚟。佢1916年嚟就喺堅道聚會。點堅道聚會？佢住喺南北行，因為佢住喺廣源城嘅鋪頭嗰啲，以前都係咁啊嘛。我細個去過南北行嘅。我父親啲好朋友咧，佢哋前鋪有後居嘅咁佢哋好多係即係有住嘅都係宅爹嘅。我都去過宅爹。我父親有好多咧。好多係潮州朋友，我負責潮幫嘅商人非常之多，所以我就都仲有呢個記憶。咁佢喺嗰度做咧，就當然除咗佢喺商場入邊咧成功啦咁亦都引起咗咩咧？喺教會入面咧，佢做好多侍奉做得非常之好咁喺教會入面咧，漸漸亦都係佔露頭角。佢30年代就開始，除咗喺潮州商會開始露頭角，就加入香港青年會、商業會。香港青年會大家要搞清楚係兩樣嘢㗎。然後香港青年會有兩間嘅，一間就咩就係香港青年會，嗰個就係青年會最早喺1910年代成立嘅，有所謂西人部同埋華人部。西人部就係香港青年會，尖沙咀嗰間青年會就係西人部嘅華人青年會就喺邊度咧？華人部就係做窩打老道嗰間又係佢起嘅係林子峰起嘅所以我啲班去對林子峰有啲會做啲研究，就係中文大學佢哋寫咗本書，唔知嗰日咪係叫窩打老道嘅。咁佢哋就叫我寫林子峰，咁我寫咗篇窩打老道以林子峰家族嘅，將來你可以睇呢篇文章。我今日講呢好多係從嗰度開嚟嘅。窩打老道由頭就係林子峰青年會係咪？行到中間咧，培正中學30年代係佢咧交翻佢出錢俾嘅。行到尾就係我同阿周生仲有我後面個同事林生，我哋三個辦事嘅地方。窩打老道224號，所以成條窩打老道應該叫林子峰道嘅。咁我講呢啲你就明白佢個貢獻為義喺邊度啦，係咪嗱？咁佢咧就有浸信會，對佢有最大轉變就係廣東嘅浸信會嘅華人商人咧，即係浸信會好多做生意嘅。我哋今日教會入面咧，喺教會有發言權多啲咧，好多都係咩所謂基督徒商人。廣州嘅基督徒商人睇中咗阿林子峰佢哋就先辦一間叫新亞酒店，跟住開咗間叫嘉華銀行。講唔聽過嘉華銀行啊？嬲佢又嚟幫手。所以日後嘉華銀行咧就係同唔知阿周生、林生你記唔記得我哋當年出糧喺嘉華銀行出糧嘅我哋嘉華銀行出糧嘅，後尾就俾佢攞咗嘅，即係俾阿林子峰家族攞咗嘅咁其實係兩港嘅浸信會信徒嬲佢因為過去咧，而家講大灣區啊，大灣區呢啲唔係今日有嘅。
由19、20世紀開始，我哋大灣區已經成立，我哋叫省港澳啊。廣州同香港一定係會有個連帶嘅，佢哋嘅商業關係一定有分總行喺廣州，分行喺香港，或者總行喺香港，分行喺廣州或者喺澳門嘅。所以大灣區咧，今日成日講，我又話誒，我哋細個已經係大灣區啦，省港澳係咪？不過4、9後因為政治因素先分開。好啦，所以佢最早咧就係參加呢方面。咁到1929年咧，呢個我哋話咧就係經濟大恐慌。經濟大恐慌出入口貿易冇得做啊！港城呢個港元城係執笠啊！執咗佢自己出嚟搞生意做，佢就開間叫四維公司。真係因為係佢親手開，佢真係揾到錢，佢揾大錢就四維公司㗎啊！佢做咩咧？佢做買賣啦，做煤炭啦，同埋做咧航運啊！咁啊，佢喺佢嘅第一桶金就係應該係四維公司嗰度出嚟㗎啊！咁佢做咗之後咧，戰後咧香港嘅情況就改變啦。戰後因為香港經濟咧，因為戰後打咗2次世界大戰之後咧，出入口貿易嘅呢啲全部咧就因為冷戰關係冇得做嘅。香港就19戰後咧1945、49咧就大批嘅上海嘅工業家南下香港。港大有個好出名嘅教授叫黃紹倫，就寫過本英文書講呢樣嘢嘅，就所謂咩咧？就係上海嘅商業家咧就南下香港。就開發香港業，所以戰後香港就係我哋講嘅所謂民生工業、輕工業開始發跡啦。佢轉咗去做咩咧？做接禾啊！佢點樣做接禾？接禾咧就係接禾個家族同佢有姻親關係。佢個女嫁俾接禾個鄭易之啊，鄭植之啊，我諗都係你哋潮州幫嚟嘅嚇，同佢有姻親關係嘅。咁就接禾咧就佢咧就入股嘅，因為打完仗之後接禾因為打仗咧啲廠房全部都破壞，咁啊佢就入股啊。入股之後咧，最後咧佢就分家就辦接禾電筒㗎啊，所以接禾電筒咧就係屬於林志峰。咁佢戰後咧，接禾電筒交俾佢大仔林士顯。嘉灣銀行咧就由於因為種種嘅變化啦，佢哋因為又炒地皮啊，銀行又出經濟問題啊，最後咧林志峰就即係入股啊，就攞咗即係喺佢家族㗎。咁所以咧佢戰後咧佢就靠一間嘉灣銀行，靠一間咩咧？下一間就係接禾，就使到佢財富咧繼續上升。不過戰後佢已經唔係好投身做生意，一轉去做咩咧？辦學，轉到辦學。咁呢個辦學咧就係同咩咧？同我哋浸會大學嘅創立咧有極之密切嘅關係啦。啊，咁呢度我首先提佢辦學咧，我正話一開始講，佢辦學咧就你要知道近代基督教傳入中國一個最大嘅特色就係咩咧？佢哋除咗講耶穌之外，一定辦社會嘅事業，包括辦學、辦醫院、辦慈惠、辦出版，呢個係教會嘅特色嚟嘅。所以你喺香港，你教會全部係啲四味嘢嚟嘅，冚唪唥都係嘅啊。咁啊，佢哋咧就要即係基督教一直都係咁樣啊。咁啊，所以浸會咧開始咧就嚟咗香港，浸會就好早嚟香港啦啊。浸會喺浸信會係1842年就嚟香港傳教嘅。我寫嗰本書，我特別提出咧，香港最早傳教就係浸信會過嚟。當然有人話係聖公會嘅，唔算數嘅。聖公會係隨軍牧師。聖公會喺英國嘅體制嚟講咧，佢係跟軍隊有牧師嘅。隨軍牧師佢唔係傳道俾啲中國人嘅，係傳俾咩？幫呢啲軍人做嘅啊。所以第一個傳教俾華人咧係浸信會，就係大家熟悉嘅蘇活士同何顯理兩夫婦。何顯理今日紀念佢有間中學叫咩啊？顯理中學就係紀念佢嘅啊，咁啊佢哋呢個就係辦學啦啊，咁就呢個辦學傳統一直係浸會嘅傳統嚟㗎。咁啊到咗林子峰咧，佢因為喺做生意又成功，教會又侍奉係當然捐好多錢啦，係咪啊？咁就開始漸漸就有地位嘅。咁呢有地位就最重要就係1938年啊，呢個38年呢個年代30年代係林子峰嘅整個事業嘅高峰嘅所在㗎啊。佢30年代啊，打仗前後，佢咧生於咩2次世界大戰之間，但係咧呢種就係正當係中國香港咧好多動亂嘅時候，佢係咁嘅時候崛起嘅。咁啊，主要就係30年代呢個階段。咁佢喺呢度咧開始咧就首先佢因為佢再唔住喺呢度啦，佢去咗我哋啱講嘅就係嘉南邊度起咗個直豐醫院啊，有叫直豐園嘅，金坑都有個直豐園嘅，叫直豐園。咁佢就喺度咧，佢就幫教會係推轉㗎，
將浸信會就帶到九龍城，所以九龍城擺兩個教堂係佢辦嘅，一間叫九龍城浸信會，現在係北九龍最大嘅浸信會；一間就係大家好熟悉嘅叫九龍城潮語浸信會，就喺九龍仔公園旁邊，全部佢搞嘅。咁因此佢喺浸信會就又開教堂，又出錢又開教堂，就引起大家對佢嘅支持。所以佢喺93年嘅同時期咧，佢就應該就係41年啊，之前啊1930年佢已經做㗎啦。佢係聯會1938年成立，佢都係聯會入面嘅成員嚟㗎。咁佢就到1941年咧，就開始正式做會長啊，做會長啊。咁啊前後到28年，呢個聯會好重要。香港浸信會聯會嘅會長嘅地位好重要㗎，因為以後就因為呢個地位佢先可以辦學。因為香港所有浸會嘅學校全部由聯會嚟辦，即係等於聖公會辦個學校就由聖公會個機構嚟辦一樣啊。咁佢辦呢個學校咧，最重要嘅突破點就係49年之後。49年大家知道咧，我哋中國就內戰啦，跟住就開始咧就新中國成立啦，係咪？咁新中國成立1950到53年打到韓戰，韓戰爆發之後咧，中國就要所有歐美傳教士全部趕走晒，唔准留喺大陸。紛紛離開，大部分落足香港嘅。同一時間由於內戰，大量國內難民走嚟香港，所以我哋細個嗰陣時候咧，我哋年紀大，56年代睇到香港個貧困嘅情況，難民非常之多。當時摩星嶺、調景嶺成日都係難民嚟㗎啊！咁啲難民嚟咗之後做浸信會嘅喺大陸嘅傳教士，啲美國傳教士嚟到香港之後，佢哋就睇到咁多難民。佢哋決定唔離開，留喺香港，幫香港難民手。於是佢哋成立一個叫咩咧？叫港澳西差會。呢個港澳西差會非常之重要。呢個港澳西差會成立之後，就同香港浸信會聯會合作。喺50年之後咧合作，點合作咧？西差會俾錢，浸聯會做嘢；西差會俾錢，浸聯會做嘢就係浸會大學出現啦。如果冇西差會嘅俾錢啊，浸會大學就唔會出現㗎。咁呢個港澳西差會嘅檔案就藏喺我哋浸會大學嗰位年青朋友想研究啊，港澳西差會喺香港啊同浸聯會嘅關係嗰度有個檔案喺嗰度啊。好啦，咁呢個就喺咁嘅背景之下咧，佢就開始咧投身呢個咩啊？好，投身呢個咩教事業啦。因為時間關係咧，我就冇辦法再詳細提嚇。咁呢個入面當然有好多嘢嘅。呢度其中咧，我想提一提嘅，佢咧做生意。佢喺60年代曾經香港電台訪問佢，問佢點解你要教學？你點解你會辦學校？佢話我本來一介商人，根本就唔係辦學，唔係教育家材料。我唔係做教育，我係做生意嘅嚇。但我之所以辦學咧，原因係乜嘢咧？原因就係因為我有個機會，個機會當然同浸會有關係。呢個最重要嘅機會就係1942年香港淪陷。香港淪陷之後咧，就有兩間好出名，你都知嘅。香港一間叫培正中學，一間叫培道中學、培道女子中學。呢兩間係遷咗澳門嘅。呢兩間遷咗澳門咧，搞唔掂，經濟有問題啊。同一個時間咧，林志峰咧，佢就避難淪陷咗，佢成家走晒去澳門嘅啊。佢就喺嗰度咧，正式將咩咧就浸信會啲人就揾佢幫手嘅嚇。咁佢就喺嗰度就幫培道同埋培正手嘅。咁啊，佢哋當時係第一冇錢。第二係冇地方，咁啊點樣復校咧？全部係林志峰幫手嘅。咁呢個過程入面咧，我就唔詳細講啦。咁啊幫完之後咧，佢話咧從此之後佢開始有辦學經驗，就係咁嚟嘅。咁由於佢喺淪陷時期啊辦學成功啊，所以1945年咧打完仗之後咧，培正中學咧同埋培道咧就開始咧仍然都有人會幫手。嚟到香港之後，我先簡單講講培正。培正一早會幫手啊。培正喺1899年就喺廣州成立嘅，依家個培正中學仲喺度嘅。咁1930年代佢哋開始咧就準備開分校。培正係省港澳嘅，呢個就係大灣區啊，就係大灣區嗰陣時，培正係3間嘅啊，一間就喺香港，一間澳門，一間喺廣州本校，一間就喺呢個香港。香港嘅咩就係30年代培正中學嘅校長咧就南下，咁林子峰同埋咧。有一個同埋你見到浸信會一啲嘅執事就幫佢手咧，要咗窩打老道今日嗰笪地，咁就辦咗間培正小學，就係你所講最早係培正小學嘅嚇。咁後尾就辦初中嘅，到打仗嘅時候就遷咗澳門嚇。
咁啊辦嗰陣時候咧，當時呢間學校培正小學喺買呢笪地啊，買金島嗰笪地咧，好多貸款咧係同嘉灣銀行有關係嘅。咁佢當時咧林志峰係嘉灣佢係經理嚟嘅，所以佢有幫手嘅。咁到澳門就更加幫手，不在話嗰陣已經講咗啦。咁因為由於佢有呢個有錢，亦都係辦過教育成功，所以1945年復員之後，佢哋就請佢做培正中學嘅校長嘅啊。咁培正中學校長佢就由1950年開始，一路做到1965年，正式就唔做啦，就專心做浸會大學。專心咗，當時唔叫浸會大學，叫浸會學院啊。當然最早叫浸會書院啊。佢哋內部係叫浸會學院，但係咧政府香港政府唔俾佢用學院嘅，只能用浸會書院啊。咁呢間培正，咁啊培正後面嗰笪地咧有10幾萬尺地咧，就係葛量洪俾嘅，係經佢手嘅，就係因為林志峰嘅關係啊。另一間培道其實打仗嘅時候已經嚟香港，就喺九龍城浸信會嗰度復校。咁啊淪陷時期喺澳門啦。咁啊45年之後又翻嚟都係喺嘉林邊度一段時間，但係培道女子中學辦得非常之好，好多家長送啲子女讀。最後咧，亦都係林志峰幫助之下，葛量洪總督嘅協助之下，就喺今日人民禮士圖咧俾個笪地佢，所以今日培道呢種就係咁嚟嘅，就係靠佢嘅。咁當時林志峰就培道係做校主，我以前教唔知咩叫校主，校主都係叫校主嘅，原來即係今日叫校監，即係校監啊！我搞咗好耐，喺台度揾咗好多朋友，都唔知校主係乜嘢。我以為佢做培道中學校主任，梗係留咗個任字啊！所以我有篇文，我最早寫嗰篇，我寫加咗主任落去，多受教育。原來唔係佢做校主，真係校主。其實即係今日嘅校監啊！咁因為佢校監啊，所以由佢出邊同葛量洪教涉咗有啲培道，所以佢已經有辦學嘅經驗。呢個就係佢能夠係咩咧？係辦浸會大學嘅一個辦學嘅一個背景㗎啊！咁下面咧，我跟住就正式講浸會大學啦嚇，講佢辦學經驗嗱。其實呢度咧，我簡單提一提林志峰咧，佢喺佢有一個言論集嘅，係培正中學播出嘅。你睇到次處講嘅，佢咧就感覺到佢因為做生意同歐美商人有來往，佢就覺得我哋中國嘅教育落後，中國文憑啦。當然佢個數字我冇鑑定，佢話我哋中國文憑達80%啊。咁啊，當然喺晚清嘅時候，美國有個學者寫過話，中國文憑唔係咁犀利，中國識字率好高嘅。咁呢個我就唔詳細去討論。但係佢話咧，即係佢估計80% 係文憑，因此一定要發展教育。佢話，然後因為佢咧去做生意啊嘛，而且佢同美國浸聯會有關係啊，所以佢成日去美國㗎，又經過歐洲，佢就發現咗咧。西方國家嘅富強咧，同佢教育發達好有密切關係，所以佢認為咧一定要辦教育嗱，呢個就係佢做生意經歷啊，所以做生意都可以辦教育㗎啊，就呢個係一個重要嘅因素啊。其次咧，潮州商會啱提過，潮州商會咧佢喺潮州應該係20年代開始㗎啦，應該20年代開始啊，21年啊嘛嚇。咁佢30年佢就正式即係佢都要入個圈啦。咁多時就辦教育，佢有份參與嘅，就係辦小學。咁咧就佢係建議辦中學㗎，啊，咁啊所以冇佢建議就唔會有咁嘅潮州中學。我想講呢點嘢啊，咁呢個就開始佢關注教育，我想提。但係佢真正同教育發生關係咧，就係香港浸信會聯會啊。我上面講得好清楚啦，所以我唔需要重複啊。如果冇佢呢個教導背景嘅，佢就唔會參與教育啊。咁佢以後咧戰後咧啱啱講過啦，佢做咗呢一個嘅呢個1950嘅呢個打錯嘅嗱，唔係1945。做咗培正校長嘅係15年，52年咧就係幫助培道呢度，我正話都講咗嘅。佢開始就已經有辦教育經驗，而且港府咧都因為佢培正中學辦得唔錯啊，培正中學辦得相當好喎。佢辦培正中學佢重視咩嗱？我哋浸會我哋校歌啊，講中西結合啊，其實佢培正已經開始㗎。佢所謂中西，西就係指基督教信仰啊。咁啊中有咩咧？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啊，佢四維八德，佢係講儒家傳統嗰套嘅。佢所以中西結合，佢喺辦培正嘅咁樣。同時佢注意係咩？中學入面咧，佢係文理分組㗎，加強師資，因為佢有錢啊嘛，人面廣啊嘛，所以啲師生質素高。所以培正中學咧喺香港係名校，大家知嘅。名校理由咧，最重要就係佢嘅畢業生入面咧有2批人。培正呢個最出名就出校長，我哋浸會大學第2任校長謝志偉就係啦，第3任吳清輝，科大吳家偉係咪？同埋出科學家，因為佢理組相當強㗎。你科學家打住第一個諾貝爾獎嗰個叫做
嗰個唔係培正係崔琦係培正不要㗎。嗯，仲有一個依家數學教長係邱成龍啊，邱成龍仲喺度啦，係咪？全部都係培正不要㗎。所以從呢度你去睇出林子峰辦中嗰度辦出個成績出嚟，係咪？可以睇出，所以佢辦大學咧就指日可待㗎啦，好冇問題㗎啦嚇。咁呢個就係我哋所提嘅。下面我就提啦，最後我講到咧就係辦浸會大學。浸會大學辦原因咧，首先我要講嘅就係咩？就係佢本身就一定有即係有呢個準備由從商就轉去辦學呢個嘅途徑㗎。咁啊點解會辦浸會大學？我之前提過，浸會咧到50年代全世界浸會上去差唔多2800萬，其中1800萬係屬於美國人嚟㗎。咁我哋香港嗰時有9000人左右，即係我 check 過係9000人左右。咁啊開始香港現在浸信會係現在香港基督教嘅第一大宗派，即係信教人數最多嘅啊。咁因此佢哋做咗好多社會事業啦，佢哋亦都關注呢啲嘢嚇。咁就我正話都提過，教會嚟中國傳教，佢哋好重視，除咗傳道之外就辦學，辦好重要。咁培正又喺廣州，培正1899辦嘅啊。咁咁上下咧都係辦培道，都係差唔多嗰段時間，培道都係嗰時辦嘅。咁仲有係乜嘢咧？就係喺1920年啊，培正30週年嘅時候，佢哋已經準備辦咩咧？辦大學㗎啦。不過因為1920年之後咧，佢要辦大學呢個嘅建議咧冇成功。咁咧20年代中國係整係內憂外患啦，係咪啊？開始即係軍閥混戰啊，國家混亂啦，係咪？基督教喺呢個時候受好大迫害，呢度我唔詳細講啊。呢個基督教受好大迫害，所以有喺1922年咧有所謂咧飛機運動啊，唔知各位有冇聽過？基督教好慘㗎嚇，大家你唔知以為基督教信基督教好好啊？依家信基督教好啊！我前日同牧師食飯，我話晚清做牧師㗎，出街俾人吐口水啊，周時俾人掟屎掟尿嘅。我話依家啲牧師就巴閉啊，係咪？因為牧師仲有咩有車俾添啊，係咪？有屋住啦，係咪？嗰係兩個世界嚟㗎嗱，所以基督教係喺當年信教係一個即係唔受重視嘅職業嘅，而且係受到國人嘅排斥嘅，所以反教就係咁嘅背景啦啊。咁培正當時佢哋就提出要辦啦嚇，咁就但係唔成功啊，冇辦到。咁一直拖到幾時咧？拖到差唔多戰後啦啊。咁咧就呢個就係我所講嘅50年代浸信會，其實全香港嘅國內嗰啲基督教嘅各宗派全部南下，浸信會就同浸聯會合作。浸聯會主席林子峰由1941年開始一路做到佢死啊，1970年做28屆，所以香港浸信會阿頭嚟嘅，佢唔單止係潮州幫阿頭，都係浸信會阿頭，係嘛？所以只要能夠辦就咁嘅背景嘅啊。咁佢咧就同港澳西差會合作，港澳西差合作之後，於是咧就1995年咧就通過喺佢哋嘅聯會咧通過咧成立董事會，董事會黃宇光非常之重要啊！我喺浸會做，佢仲係我哋董事會主席。黃宇光咧，佢係培正嘅四代培正嘅，佢又去咗咧，我唔詳細講啦。佢係加州理工學院攞碩士㗎，讀工程㗎。佢喺抗戰又參加甜面公路、中印公路，佢全部有參與。49年後再嚟香港啊！嚟香港之後咧，考到個建築師牌，佢就開建築公司㗎，幫嘉道理做嘢。嘉道理咧，現在半島你咪見到個新翼嗰個酒店啊，佢起㗎。嘉道理入面農場建設全部都同佢有關係嘅。培正中嘅後期，早要有 A、B、C， 然後 D、E、F 後面嗰啲全部都係黃宇光做設計嘅嚇。咁佢咧就揾咗佢嚟幫手。咁點解？因為佢培正校友，佢同林子峰關係好密切啊，所以佢兩個咧係走埋一齊搞嘅。另外咧就係咩咧？就係白暫時呢個 James Billot， 呢個 James Billot 就係非常之重要。佢咧喺浸會神學院畢業之後，就喺夏威夷傳教。其實佢係要派嚟中國傳教。佢1940年咧準備嚟中國傳教，結果就打仗，就留咗喺夏威夷。夏威夷佢只係做咩咧？就係對中國人、日本人、對朝鮮人咧係傳教，即係準備嚟啊。咁然後咧到1940年打完仗咧，佢正式嚟中國傳教，去咗廣州傳教。點知跟住內戰，之後佢走嚟香港。走嚟香港咧，1949年。美國浸信會嗰班傳教士咧就成立一個港澳西差會。呢個港澳西差會咧，第一任嘅主席就唔係佢，佢係第二任白暫時，佢負責西差會主席兼師傅，錢由佢話事嘅啊。所以如果想知50、60年代咧，香港浸信會咧
嗱，個起教堂、辦學校、起院啲錢點嚟咧？嗱，要睇個檔案，就佢話事嘅啊。佢一開始就支持辦浸會，同時同意俾25萬美金辦浸會。浸會第一筆嘅錢咧，應該就係最重要嘅20萬，但呢個唔係第一筆，第一筆係培正中學夾出嚟嘅，係俾咗5萬銀嚇，所以第一筆係25萬美金，就係俾南差會俾嘅。咁以後佢哋成立之後就揾咗林子峰做院長啦，艾慕理咧就做副院長啊。劉光星呢個人好重要，佢父親就係劉湛恩，係湖光大學嘅校長嚟嘅啊。咁啊，可惜佢父親俾日本啲敵偽打死咗，因為佢愛國係個愛國校長嚟嘅。所以有好多人成日話基督教係外來宗教，而且都唔愛國，係唔係嘅？基督教都好多愛國嘅。劉湛恩就其中一個好明顯嘅例子。咁呢個劉光就係佢仔嚟㗎，佢南下就幫手。然後仲有一個就係陳秀英做係教授嚟嘅，都係湖光。佢諗住做埋圖書館嘅嚇，佢哋就將湖光大學嗰套嘢就攞咗嚟浸會大學。所以喺90年代就有上海咧有啲學者就專門研究咩咧湖光大學同浸會大學嘅關係嘅。咁啊，我哋浸會大學其實我哋最早嗰套體制全部跟湖光大學㗎啊。咁啊，所以我時常同學生講咧，講話浸會大學1956年，今年70週年，我唔係1906開始㗎，一早好早㗎啦。湖光大學我哋跟嗰套嘢落嚟嘅。咁呢個關鍵人物就咩？就係林子峰啊，就係林子峰關人物。好啦，咁就正式開始。開始之後咧，1956年開辦6個系：土木工程、數理、工商、管理、社會、英國語文、中國語文。中國語文開唔成，香港人都係唔中意讀中國語文嚇，咁啊就開唔成嚇。咁佢哋開唔成，但係終於都開到早期係100幾個學生嘅，123人咁上下。咁啊請咗啲老師，基本上係基督徒嘅，基督徒為主啊。到我喺1976年入浸會咧，佢哋有不成文規定嘅，老師係需要有60%係基督徒嘅，不成文規定嘅啊。咁但係現在唔得啦，因為佢1983年成為公立學校就唔可以基督徒啊。咁呢個就係開始佢哋就辦學咧，反應非常好。點解反應非常好咧？因為呢間大學一辦之後就獲得美國各大學承認佢係 degree 嘅。嗱，你知啊，我哋個年代現在冇啦，因為 degree 就現在學位就好多啊。我哋嗰個年代咧 degree 得一間學校啫嘛，就香港大學啫嘛。1963年先中文大學啫嘛。但係咧浸會係只能夠攞 diploma， 但係浸會 diploma 喺美國嚟講係 degree 嚟嘅。啊，呢個情況即係等於咧，我哋早期好多人去台灣讀書，台灣讀書個係 degree 嚟㗎，翻嚟香港整嗰個就係 diploma 嚟㗎。咁咧就係過日本嘅呢個殖民地嘅歧視啊，歧視嘅因素。咁啊，因為佢呢間學校係雖然香港政府唔承認佢係攞 degree， 但係香港政府承認佢係專上學院嚟㗎。咁但係佢去到外國世界各地，佢都係 degree。咁啊，到1963年咧，浸會嘅頭3屆畢業生之後，有好多學生嘅表現係非常之好㗎。啊，咁佢哋一方面有啲已經讀過碩士、博士啦，有啲亦都係咩咧？開始喺香港社會服務啊、商界啊、政府各方面都有表現，所以就入讀嘅學生越嚟越多，比誰講中。呢個就到到1960年代咧，佢哋唔能夠咩咧係起新校。呢個就係我哋現在舊校咧善能學院啦、溫人才大樓嗰個來源啦。咁呢間學咧開始籌款當然就係同呢個關係好密切，同林子峰關係好密切啦。佢第一個啊，佢當然捐咗10萬先嘅啊。咁咧就起呢間學。咁我哋詳細都唔講，我哋香港浸會大學有本校史嘅啊。黃燕妮教授寫嘅，咁啊在座周家榮教授又寫70年個校史都有寫，都有提及嘅啊，我就唔詳細講啦。總言之，佢就正式起校舍，呢個校舍咧就籌款咧係點籌翻嚟咧？最早咧第一筆錢咧啊，佢最早成立校舍就係培正捐咗5萬銀先嘅，就喺培正上堂，冇嗰陣時冇校舍喺培正上堂。咁以後咧就因為學生增加就要起新校舍，新校舍之後咧就可以籌款。籌款點籌翻咧？主要咧唔單止喺香港，主要就美國。同埋東南亞華僑，所以最早咧，林子峰咧上嗰間大學唔一定叫香港浸會大學，可以叫東南亞大學。佢提過呢個名㗎，開間東南亞大學招收東南亞僑生。咁事實係喎，60、70年代咧，因為我都有80年代我都有同學喺浸會讀書嘅，佢哋有層樓咧，即係我哋今日12樓度係宿舍嚟㗎，嗰度好多東南亞星馬學生好多㗎。所以現在咧，浸會喺東南亞有個校友會㗎。我哋啲新人學長有時會去嗰邊咧，就因為早期呢啲咁嘅畢業生，所以早期所叫東南亞大學咪叫浸會大學㗎，講過㗎。咁佢辦咗之後咧，又成功啦。咁啊籌款咧就差唔多600萬，所以建咗一座7層高嘅校舍啊。
咁入面有30幾個課室啊，有演講廳，有圖書館等等設備，有宿舍啊。咁就開始浸會就係香港嘅專上學界咧，就係正式咧係引起大家關注嘅啊，亦都好多學生喺度。咁最後我結束今日我嘅講話啦嚇，即係其實我都過咗時㗎啦嚇。我要講嘅最後就係辦呢間大學咧，佢嘅理念係乜嘢？呢個理念咧其實好清楚啊。其實佢喺林子峰喺開學禮1956年開學禮已經講得好清楚啦。我辦呢個係基督教大學嚟嘅，講得好清楚嘅。所以係希望將基督教信仰傳俾所有嘅學生。所以我哋早期我入去浸會教仲規要讀聖經嘅，依家唔讀得，以前要讀聖經嘅。第二咧，佢係話咩咧？要重視中國傳統嘅文化，希望浸會學生去中國傳統文化係去海外發揚。咁呢個海外發揚咧，佢特別咧重視四維八德，我就講過㗎嚇。咁佢希望浸會學生去將傳統中國嘅文化傳去海外。你喺香港學就係將中文傳去海外。咁呢個亦都係效果啊！以後咧寫明咧由中西結合。就係呢個嘅一個來源㗎。咁呢個浸會大學嘅成立，林子峰認為係香港浸信要劃時代嘅咩啊一個事工，因為香港冇一個教會係辦大學，我哋浸信會喺香港第一間辦大學啊，所以浸會大學呢個名仍然維持到現在啊，所以係劃時代嘅。第二咧，呢間大學咧，佢係咩咧？就係仲有一點就係培養到專業人才啊！我想提第二點重點啊，即係具有意義，同香港社會現代化浸教係扮演一個重要角色。早期佢六個嘅系入面咧，林子峰曾經講過有2個係對香港社會迫切需要。第一係土木工程，點解土木工程啊？因為戰後香港要起樓啊，土木工程。嗱，我話俾你聽，我哋浸會校友最有錢都係土木工程㗎啊！我哋校友會入面捐錢最多係土木工程係啲嘢。不過因為以後成為公立大學咧，政府要我哋取消將土木工程係俾咗你大嘅。對浸會大學係唔公平嘅。當年我哋曾經都抗議過呢件事嘅。第二咧，佢辦英語系、英文系，因為香港需有英文咧，係同香港政府或者呢個社會有需要可以補習。但係其實佢辦咗好多職業學科嘅，秘書系、傳理系，傳理好出名，大家知道，浸會都係呢個咁嘅背景嘅。咁香港今日能夠發展，咁浸會亦都係咩咧？能夠有參與咁原因就佢培養好多現代化嘅專業。好啦，最後我要結束啦。林子峰咧，佢呢一個嘅呢個創辦佢辦教育同埋創辦浸會大學啊。最後咧，我哋歷史系，以前我哋嘅第一任歷史系主任張群先生喺佢去世講過句説話，我將佢擺喺最先。佢話清末有馬上白先生誓奉天主教，立復旦大學，係馬上或者馬良，呢係天主教好出名嘅信徒嚟㗎。但係咧，天津有張伯苓辦南開大學，嗱，然之後復旦大學、南開大學都出名㗎嘛，係咪？我哋今日咧就有林子峰就辦咗咩浸會大學，因此中國由華北、華中到華南都有咩啊？都有3間由信徒辦嘅大學，鼎足而生。多謝各位。多謝李教授。好。浸會大學咧，同我哋都有關係嘅。我哋潮汕文化協會咧，我哋嘅潮語班最初嘅潮語班就喺呢度，潮州商會辦嘅。去到應該係2019年嘅時候咧，潮州商會同浸會大學嘅持續進修學院就合作，就喺浸會辦潮州話班。咁所以係潮語班走進大學咧，就從浸會開始嘅。好啦，咁咧可能各位都有啲有啲聽完李教授嘅演講咧，可能都想同李教授有個交流嘅。不過咧，請你哋先記住你要同李教授交流嘅嘢嚇。我哋一陣一次過先至同2位教授交流。今日而家就請周教授做第2部分嘅。好。你要坐上嚟定係？我中意企嘅。係咯。好啦。要茶得。可以啦，係咪？喂。
各位朋友，好高興繼上個月之後咧，我哋又嚟呢度咧，係有呢個咧係潮州學人嘅第二講啊。今日就講浸會大學比較多啊。其實我構思嘅時候咧，其實係好均勻嘅，因為第一講姚宗儀教授咧，佢主要喺中文大學度咧係教得比較耐嘅。所以我哋講姚教授，佢亦都係德高望重嘅一位潮籍嘅學者但今日咧就講呢個咧係浸會大學比較多但係香港仲有一間我哋最早嘅呢個咧係香港大學，所以咧下一次咧我哋就會講趙永陽教授同呢個咧香港大學為主但係趙教授亦都唔係純粹對香港大學有貢獻，佢對香港嘅高等教育即係都係有貢獻嘅咁點解會講呢三間呢？咁大概可能同我嘅呢個咧係背景有啲關，因為我中文大學畢業，又喺浸會大學度教，跟住又喺香港大學攞博士，所以咧我要三間都要咧係講勻咧，咁先至叫做咧係平均嘅頭先呢個咧係李金強教授咧講呢個咧係即係林子峰博士同浸會大學，特別係呢個咧係浸信會個關係咧就非常之詳細咁我今日呢個 PowerPoint 裏邊咧可能有啲會重複，咁我就唔會再講噶啦。咁咧就有啲可能我可以做啲補充，不過我嘅主題咧就會即係集中喺呢個咧係林子峰博士同呢個咧香港潮州商會嗰個嘅關係即係呢一幅相咧就係一幅畫像，其實一般人就見唔到嘅就喺呢個浸會大學嘅呢個咧係即係會議室裏邊，因為歷屆嘅校長都有一幅嘅畫像嘅。咁呢一張咧就係佢擔任呢個咧係浸會學院嘅呢個咧係校長期間咧係即係掛出嚟嘅一幅嘅相嘅其實好多人都唔明咧，一陣有浸會書院，一陣有浸會學院，一陣有浸會大學。其實呢個係香港好奇特嘅一個嘅呢個特色嚟㗎。因為 college 咧，即係除咗我哋話中學都係可以叫 college 之外咧，喺英文嚟講咧，一般係呢個咧係大專院校、高等院校但係中文譯出嚟咧，我哋中文咧中意用書院咁後來點解有學院呢？因為原來喺呢個咧係英式嘅香港呢個好奇特嘅教育制度底下咧，就將 college 分兩級嘅即係譬如1949年嘅新亞書院咧，就只能叫做書院，但係呢個咧係崇基學院咧就可以叫學院。點解咧？因為佢係聖公會辦嘅所以咧即係書院喺呢個香港早期嘅教育制度底下咧係低一級，學院係高一級嘅咁浸會好奇怪就話，佢成立嘅時候只能叫做書院咁但係去到1971年啱啱呢一年咧，就林子峰博士咧就過身，而浸會亦都已經有一定嘅成績，所以咧香港政府就通知你以後可以叫做浸會學院咁1994年咧先至再通知就係你可以咧係叫浸會大學啦咁所以我哋寫校史嘅時候咧，中文有時都會好混淆，咁就話浸會學院就呢個咧係浸會書院升等叫做浸會學院，咁但係英文點寫咧 ？From college to college 即係咩嚟嘅咧？咁其實係冇人識嘅咁所以呢度咧我特別即係講多一句好啦。今日嘅呢個咧係即係講應該唔喐嘅呢一版係空白嘅再落呢個咧即係浸會。喺1978年咧，係紀念林子峰博士嘅呢個大樓但係咧一般人係唔知道嘅因為大家都知道佢只係叫做大專會堂
我諗大專會堂就好多人都知㗎啦，因為咧佢對住窩打老道嗰度就寫住大專會堂，對住學校裏邊咧就而且係最高個位就寫住林子峰博士紀念大樓，所以好多人都唔知咧，佢其實就係紀念林子峰博士嘅嚇。咁當年嚟講咧，呢個大專會堂咧相當之即係呢個知名度高嘅，因為70年佢1978年起好咧，特別喺80年代以至到後來呢個咧係紅磡體育館成立之前咧，都係好多嘅演唱會啊，呢個咧係甚至係呢個咧係粵劇啊，嗰個咧係表演嘅中心嚟㗎。咁我80年咧就入浸會咁當時好多朋友都好羨慕，佢話你又好啦，喺佢隔離咁咧，耐不耐又幫我買2張飛得唔得啊咁所以我哋因為呢個大專會堂咧，而即係地位係都相當都唔錯㗎咁呢度最高峰嘅時候咧，就係台灣有套戲叫做《搭錯車》咁咧就嗰個主題曲咧就喺大專會堂呢個咧係即係唱嘅。咁如果你懷舊嘅話咧，你去揾呢一套戲咧，係嗰一幕咧就將成個大專會堂咧就影晒出嚟。蘇芮就喺度唱嗰首主題曲嘅。嗰首主題曲咧，我哋叫燒光眼眉毛即係其實就係話每天哪有地每地哪有家，每家哪有你，每你哪有我。其實就係即係好有溫情嘅一樣，就係話即係有天，然後有地，有地先有家，然後有家先至有你，有你先至有我我哋當時好中意唱呢首歌，特別我哋係主任劉家駒先生咁唱到眼淚都流咁，但係因為當時嘅條件都係好刻苦㗎，有時真係即係捱得好辛苦，所以佢耐不耐都會同我哋呻下就哎呀搭錯車啦，搭錯車。其實係講咩咧？就係呢個咧林子峰博士呢一個大樓咧，就吸引我咧，就由中文大學，我當時喺崇基做呢個咧係助教，咁咧就放工嘅時候咧，就經常都經過呢個咧窩打老道，就喺嗰度塞車。1978年咧就呢個咧大樓起好，咁望下都幾宏偉咁咧就見到《華僑日報》有一段咧就話，即係嗰啲兩蚊雞嗰啲廣告，大專會堂咧係香港即係九龍塘某大專咧就請呢個咧係歷史系嘅教師，咁我就呢個去申請，結果咧就1980年咧就入咗個咧浸會大學，一做咧做咗36年做咗36，唔做又36咁咧就其實我點解要唱呢首歌咧？就係話，如果冇林子峰博士嘅話，就唔會有浸會今日嘅浸會大學。如果冇浸會大學嘅話，就唔可以養我36年。所以我哋咧要感激呢個咧係林子峰呢個博士，呢個咧係即係感恩即係作為教師也好，學生也好，我哋應該要知道要感謝我哋嘅老師輩、我哋嘅長輩。所以咧我做系主任嘅時候咧，亦都經常咧係即係想多啲即係講多啲呢個林子峰博士嘅生平但係而家學校亦都唔多講今年好奇怪，啱啱就係浸會大學成立70週年啦，但係似乎都冇人提呢個林子峰。我哋今日同阿李金強教授係第一炮，係呢個咧係浸會大學紀念嘅呢個咧係即係頭炮嚟㗎因為大專會堂而家成日覺得佢唔夠高，所以好多屆嘅校長都想拆咗佢我哋覺得哎呀唔應該拆，咁咧就好在香港政府及時咧係宣布九龍塘咧唔準起高過14層，咁所以你拆都冇用，係咪啊？因為你起唔得高啊嘛，咁所以就可以保留到今日即係呢個咧就係即係應該可以咁睇，就機構也好呢個任何嘅地方都好咧，我哋要知道創始係非常之困難，我哋要知道感恩係嘛？咁而林子峰教授咧呢個博士咧，佢同香港好幾個機構都有關係。我認識林博士咧，其實從幾個角度而嚟
首先係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嚇。首先提到青年會，香港有兩間，一間係呢個西青會就係西人辦嘅一間咧就係後來中華人辦嘅，叫做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我喺1963年咧就小學會考，因為英文唔好就派咗去間中文中學，咁咪叫做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咁咧就一讀就讀咗6年，咁咧就即係呢個咧係當時咧我印象中因為青年會林子峰博士咧係即係戰前就係會長，戰後咧就係會董所以好多時一啲嘅校慶或者一啲嘅節日咧都會咧係即係請呢一班人咧係會嚟主持嘅。我印象中我係即係應該可能有機會見過佢1-2次咁但係當時係好模糊咁今日諗翻咧，原來我能夠完成中學咧就係林博士俾我嘅因為佢有青年會先至有青年會中學咁咧當時咧就入唔到呢個香港大學嘅，因為中文中學唔可以入香港大學咁所以我一心一意咧就入咗中文大學咁後來咧就係喺畢業之後咧就去讀過即係去過呢個外國讀過書，咁咧翻嚟就喺日文系度咧就係做呢個咧係助教咁覺得我始終係讀歷史，所以咧讀歷史係即係教歷史係我最大嘅心願。咁所以咧就經過浸會學院嘅時候咧，就呢個咧係心思思覺得即係呢間學校都有歷史系咁咧就即係可以入去教。因為當時如果想入中文大學或者香港大學教書係絕對唔容易嘅。咁私立嘅大專院校咧就係俾我哋一個上進嘅機會咁1978年咧有咩重要性咧？因為九龍塘咧就啱咧就係有地鐵咁咧佢就係呢條線嘅中間即係一共有15個站，而九龍塘咧係喺第8個站，所以我哋叫九龍塘叫做第8站咁我覺得幾好咁又交通方便，咁於是乎咧就係入咗去㗎。咁算唔算搭錯車咧？咁呢個以後先算啦咁入咗去之後咧，就漸漸對呢個咧係林子峰博士嘅生平等等咧就略有所聞。但係真正呢個咧係深入啲去探討咧，就係潮州商會咧就係90週年嘅時候咧就揾我咧就寫咗本呢個咧商會嘅歷史。後來100週年又再寫一本100週年嘅歷史。咁我就研究呢個咧係潮州商會，發覺咧原來林子峰博士咧同潮州商會關係好密切即係咁咧，亦都有留低咗好多文獻咧，就喺呢個咧係即係潮州商會嘅呢個刊物或者今日如果喺呢個圖書館裏邊咧仲有好多嘅資料都唔定。咁所以咧，如果要研究林子峰博士咧，我諗一個地方咧就係浸會學院，就係浸會大學嘅圖書館；一個地方咧就係潮州商會嘅圖書室嘅咁呢個咧就係我今日嘅呢個咧係前提。咁要講林博士咧，講某一個會都唔得，因為佢幾個會一齊嚟㗎又係青年會，又係呢個咧浸信會，又係潮州商會，撈埋一堆，所以要分開嚟講係極為困難。尤其是就話佢身兼數職，佢又係企業家，後來又辦銀行，又係銀行家，佢又中意做慈善事業，又係慈善家。佢同浸信會關係好密切，又係一個宗教家。後來辦教育又係教育家，所以最低限度佢係5個身份咁所以咧，佢做嘅嘢咧，其實講得清楚啲咧，好難分得即係開嘅，而係即係同時幾樣嘢一齊進行。呢樣嘢咧唔容易㗎咁潮州人有一個特色就即係呢個咧如果有機會就要受教育咁受教育咧就一係咧就係即係做個文人，一係咧就係去做個商人咁文人咧
最高就係學而優則仕，最好就係做官。所以潮州人中意做官㗎。如果唔係咧，就做翻個學者都係好嘅，或者今日所謂教授啦等等。咁如果唔係咧，就做個商人，商人就可以變成企業家、銀行家。所以香港好多華人銀行咧，其實早期都係潮州人辦嘅，譬如嘉華銀行呢個廖創興銀行等等甚至呢個咧係即係泰國嘅呢個咧係即係最大嘅盤谷銀行等等咁我係潮州人我就唔敢喺白堅坐在邊喺佢面前度咧係講潮州話嘅，因為講得唔正，成日都會俾佢笑㗎我哋呢個潮陽人今日咧就係屬於汕頭嘅潮南區即係細個咧，我哋都經常都喺呢度出入，因為咧屋企即係我哋叫潮批即係呢個咧係屋企寄錢嚟寄錢去邊好多時都要經過呢度咧嘅一啲鋪頭，由鋪頭嚟代辦，咁所以咧好容易就變成銀行家㗎。咁我哋合山嘅即係最兩個家族，一個姓陳，一個姓周嘅咁咧就本來合作做生意賺咗錢，但係後尾賺咗錢之後就要分家。咁點樣分咧？就呢個咧陳家就要咗銀行周家就要咗報館原來一個印銀紙，一個印報紙即係咁，所以咧即係就後來就已經即係如果講身家嘅話，就完全係兩回事㗎啦。咁呢個咧其實係潮州人嘅特色嚟㗎呢個簡單嚟講咧就係頭先都有講咧，就係林子峰係揭陽人佢父親就係創立呢個咧，即係呢個咧係基督教嘅呢個咧係教堂，就擔任牧師。咁咧就林子峰就喺浸信會嘅學校度咧就讀書。咁後來咧就係去咗即係協和醫學院，咁咧就改為從商。咁嚟香港咧就1916年，即係呢個民國初年咧就已經嚟香港嘅咁佢當初嚟嘅時候咧就做英文書記即係呢個咧辦理船務。咁後來創呢個四維公司亦都代理呢個煤炭，成為股東之一。就係呢個咧就因為咁而呢個咧係累積咗財富咁咧就創辦呢個嘉華銀號。點解咧？因為你寄錢翻鄉下，或者係呢個咧係有呢個咧係錢銀來往咧，你要揾人要靠得住你嘅話咧，一定要有信譽好。咁所以咧，林子峰因為咧佢係信基督教，而且咧係信譽好，所以好多人信佢。咁咧就係呢個咧係有錢銀來往嘅時候咧，好多時都經過佢。咁所以嘉華銀號後來嘅嘉華銀行咧就係咁樣嚟嘅咁佢參與潮州商會嘅事務呢個咧係好一份好重要嘅特刊，一陣間會再同大家提嘅，就係潮州會館落成開幕，亦都係潮州商會金禧紀念金禧紀念呢個1971年咁咧就係呢一座呢個咧就潮州會館，其實亦都係今日呢個地方咁咧1971到而家眨下眼有好幾廿年㗎啦。咁但係咧即係原來呢個即係會館嘅成立咧，同林子峰係有呢個關係㗎譬如呢度就係捐錢嘅呢個咩咧喺呢邊第一幅咧就係林子峰嘅呢個即係照片。咁據呢個記載咧，佢當時係捐出巨盤嚟到咧係起呢個咧係潮州商會嘅咁嗰邊咧就係佢做呢個咧係會長嘅呢個會長嘅照片。咁佢喺戰前咧就已經係潮州商會嘅呢個咧係即係呢個會長嚟㗎啦原來1921年旅港潮州8邑商會本來潮州有8邑嘅有呢個10邑嘅咁但係有兩個邑咧唔講潮州話，咁所以就初就唔親去玩，咁咧就叫做8邑商會。後來覺得應該係即係一視同仁，咁所以咧就改名叫做潮州商會。咁因為林子峰係英文好，所以咧就係做咗呢個潮州商會嘅法律顧問亦都係交際
幹事，因為你喺香港要去交際，一定要接觸好多西人、好多洋人嘅，係嘛？即係咁，所以咧就係佢擔任呢啲嘅職務。咁啊，去到其實1921年咧成立嘅時候，佢已經係有名㗎啦，即係佢係其中一個創辦嘅成員之一啊。去到1937至39咧就出任會長。呢一年咧就啱啱中日戰爭爆發，即係呢個我哋叫做即係8年抗戰啦。咁其實1931年咧中國同日本已經陷入咗咧係一啲戰時嘅狀態，但係中國日本正式宣布呢個咧係戰爭咧係1937年。咁佢啱啱嗰年咧就做會長嚇。咁咧就香港仲未受到波及，但係咧就即係好多即係中國嘅活動咁咧譬如話籌款啊、賑災啊等等咧，香港都有參與，所以喺佢任內咧就有投入咗救國嘅活動，譬如話買即係中國政府嘅呢個債券捐錢或者係救濟一啲災民等等嚇。咁呢個咧歷史都即係有呢個記載，但係唔係太詳細。點解咧？因為戰後來香港淪陷，呢啲資料咧就唔齊全啦。咁所以咧即係粗略係知道，但係細緻嘅嘢咧就未必能夠咧係有記載嘅呢個暫時停一停就係我哋要睇睇佢喺呢一段時間裏邊咧就點樣即係呢個參與呢個咧係社會事務。原來佢做潮州商會會長之前咧，1933年就係做呢個咧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嘅會長咁1938年頭先李教授都講啦，就係成立呢個浸聯會，就當選咗第一屆嘅呢個咧係執行委員兼慈善部呢個咧係籌委，因為佢辦好多嘅慈善嘅事業。咁就九龍浸信會成立，咁籌建呢個咧係聖堂或同埋後來辦呢個潮語班啦，即係潮語教堂等等因為香港嘅呢個教會咧一般係講呢個咧係即係廣東話，咁但係因為有潮州人嘅關係，咁為咗方便傳教咧，就有時會有啲潮語班或者純粹係潮語教堂嘅咁浸信會嘅潮語教堂咧係即係比較多咁除咗之外咧，中環仲有間呢個咧係生命堂，嗰啲潮人生命堂等等咁咧我哋知道潮州人但係好多人會簡稱叫做潮人咁所以咧好多而家即係自由行嗰啲去到中環咧，見到潮語生命堂，好震驚哇！原來潮人都有即係教會㗎，咁佢就誤會咗咧，呢個潮人就係好新潮嘅人，就唔係潮州人咁但係而家越嚟越少啦，因為潮州人而家如果香港出世能夠咧係聽潮州話、講潮州話嘅，已經機會越嚟越少漸漸咧就係以廣東話或者普通話咧係作為呢個主要嘅語言嘅我哋翻轉頭就係喺戰時嘅時候咧，佢個身份咧就比較特別，佢因為佢做會長，跟住第二屆就即係39至到41，即係呢一年亦都好緊張，因為香港已經即係進入呢個咧係緊張嘅狀態。1941年咧12月嘅時候，香港淪陷咁咧就係進入咗3年零8個月嗰個咧係艱難嘅苦難嘅時期嘅咁所以呢個階段裏邊咧，佢就參與咗好多戰時嘅呢個咧係活動。其中有一樣嘢，1938年就係搜集咗中越統計嘅資料，因為即係中國同呢個越南關係係好密切，咁咧就當時一啲嘅即係商業來往等等，咁咧佢就搜集咗資料咧，促成咗呢個中法越南相約嘅簽訂咁越南皇室咧特別即係呢個咧係高興咧，就頒發咗農民星章嚟到俾佢咧，表示呢個對佢嘅呢個咧係即係呢個嘅功勞嘅咁1940年嘅時候咧，國民政府就係香港、澳門籌募呢個公債林子峰親募港幣200餘萬元，
200幾萬，當時嚟講係好大嘅數目嚟㗎。咁咧就獲贈一個匾額，叫做忠義懷懷嚇。呢個忠義懷懷呢個匾喺邊咧？原來收埋咗浸會大學嘅圖書館裏邊其中一個嘅紙箱嚇。因為10年前我喺學校辦呢個咧係浸會嘅呢個咧係即係校史館嘅時候咧，我就抄啲嘢出嚟，就親眼見過呢個忠義懷懷嘅呢個匾嘅嚇。因為呢個大概對林博士嚟講係一個好光明嘅嘢，所以佢做校長嘅時候咧，大概咧就會擺喺個台頭嚇，或者甚至呢個農民星章會唔會仲喺浸會咧就唔知，就擺喺個台頭。但係佢1971年咧，因為病而入醫院，入咗浸會醫院。其實浸會醫院都係佢有份起㗎嚇，所以佢去世嘅時候，所有嘅嘢幾乎都係關佢自己㗎。咁咧佢過咗身之後，咁啊換校長啦，咁所以將呢個咧前任校長啲嘢就入晒個箱度。據我所知，大概都有唔知幾箱，因為去到20箱㗎。咁就一路冇人理，到我咧係抄出嚟嘅時候咧，先至會見到呢啲忠義懷懷，原來就係咁嘅呢個咁但係咧就實物好多人都未見過，就喺林子峰嘅呢個文集裏邊咧，佢係有影相出嚟嘅咁如果李教授你因為你而家仲係做緊呢方面研究咧，下次你去抄下呢個喺唔喺樹仲有呢個農民星章係咪擺喺個紙箱度呢個咧？係，你去揾下，好啊咁咪如果有嘅揾到嘅話，應該好好地咧，係即係將佢好隆重咁樣擺出嚟㗎，或者點樣去即係影相啊等等因為呢啲文物一唔見咗就冇，一唔見咗就冇㗎因為呢個PowerPoint係我一個搞呢個咧係即係藝術展覽嘅。即係 RA 幫我做咧，所以佢搞好多藝術嘅場面出嚟呢個1951年嘅潮州商會，呢個係舊嘅潮州商會1951年舊址喺呢度，就起好新嘅1971年嘅呢個新會址之後咧，先至搬過去嘅咁呢一個已經今日只能夠見到係呢個照片嘅啫即係。咁當然就係話1951年咧係已經係戰後，咁咧就林子峰博士咧戰後就冇做呢個會長，因為歷屆都有其他嘅會長，佢就一路都係會董，有時做呢個咧交際顧問，有時做呢個法律嘅幹事，但係大多數時間咧都係做會董，一路直做到1971年咧佢去世為止嘅咁佢即係呢個咧係佢嘅大仔就係林思顯博士咧，戰後就做過潮州商會嘅會長咁佢第二個仔咧就呢個咧係叫林思齊後來就去咗加拿大咧，就做咗加拿大呢個 BC 省嘅省督咁咧明報出版社都有本書咧，就係林思齊嘅呢個咧係傳記嘅，咁裏邊有好多咧關於林子峰博士嘅呢個咧係生平記載，咁咧就佢就記述咧佢呢個父親都幾嚴肅㗎，家教又嚴肅呢個咧係待人都係雖然係好親切，但係都係好嚴肅㗎。咁特別就係同啲朋友食飯嘅時候咧，食完飯嘅時候就請大家落本支票簿出嚟，我哋浸會學院需要你哋捐款即係都有咁樣寫嘅。呢個係林思齊嘅傳記裏邊咧係記述佢父親嘅一啲細節等等喺呢個咧係香港淪陷嘅時候咧，佢就去咗澳門度避難。咁咧就先有提到啦，就喺澳門辦學等等咁但係喺呢段時間咧，佢其實亦都有好多特別嘅活動㗎第一就係話1940年咧，日軍侵潮，呢個係潮州嘅潮呢個咁咧就潮州人就
周圍走難，咁啊有好多人走咗落嚟香港，因為當時香港仲係呢個未係呢個咧有戰事嘅。咁啊林子峰咧就領導潮籍嘅教友咧，就係設一個堂叫做福音堂嚇，就喺九龍蒲崗山嚇，蒲崗山我就未去過呢個地方，但係佢應該係新蒲崗嗰一帶會唔會咧？係咪？即係就任該堂嘅主席，咁呢個咧就肇始咗呢個浸信會潮語堂啦，因為走落嚟嗰啲都係潮州鄉里，咁都係講潮州話，所以咧就後來就變成咗咧係浸信會嘅潮語堂嚇。咁喺抗戰嘅後期咧，佢喺澳門辦培正、培道兩間學校，就佢係義務擔任兩校嘅校長，從此獻身於教育工作嚇。要特別講明咧，佢擔任校長好多年，但係從來都係唔領薪水咧，都係義務嘅嚇。咁啊就後來去到戰後，香港咧亦都有培正有培道，咁就先講到咧就辦得相當之成功嚇。咁我哋細個嘅時候都有支歌仔唱，前邊嗰兩句咧就係有啲詆毀性嘅，我就唔唱啦，即係詆毀兩間其他嘅學校，後邊嗰兩句咧就係讚呢兩間學校嘅，就係培正馬騮頭，培道女子溫柔柔，有冇人識啊？係咪啊？前邊嗰個就係咩咧？講真光，講嶺南，咁然後就培正馬騮頭，培道女子溫柔柔咁咧。呢兩間咧就係即係林子峰辦嘅學校咁咧培正後來出咗好多人才，咁呢個就大家都知道啦，係嘛？咁所以佢熱心於教育，亦都係因為咁嚇。咁但係唔單止係咁咧，就係佢戰後亦都有更多嘅社會參與嚇。頭先講嘅就係青年會呢個復原基督教青年會啦，留咗個會字咁啊擔任呢個校長監督等等係好耐。有一件事好特別嘅，就係1950年九龍城大火災民無家可歸者逾千人，同即係舊年香港發生嘅情況咧就好相似嘅，係嘛？即係咁咧，林子峰咧就係呢個為民請命，就係呢個咧係向香港政府咧係請求撥出老虎岩地段，就起咗條村，就叫做博愛新村，嚟到咧安置呢啲受災嘅教友呢個即係居民等等嘅咁呢個咧即係都係發生喺幾多年前75年前㗎啦咁但係即係呢個咧佢能夠挺身而出咧呢個咧安置呢個過千人喺呢個咧係九龍嘅老虎岩嗰一帶老虎岩我哋細個都經常去玩嘅，好多木屋區等等，所以一火燭嘅時候咧就會燒得好犀利㗎我細個住喺九龍，即係老虎岩隔離咧就係九龍城應該講得準啲就係九龍城寨。咁咧就係最怕係咩咧？最怕就係火燭瞓到半夜咧，突然間有人敲鑼，火燭火燭咁咧細路仔我哋嗰陣時都好細個啫嘛，最緊要一樣嘢就係一坐起身，最緊要第一自己條命，第二咧張棉胎所以咧一定係攬住張棉胎就走㗎啦咁呢個咧就係當時嘅呢個情況咁所以安置呢個老虎岩嘅呢個即係博愛新村呢個咧就其實一個即係好即係應該話有一個好典型嘅呢個咧係情況，咁或者可以作為今日嘅參考都唔定嘅。攞高啲啲，我要攞佢哋自己近啲啲。近啲我仲驚大聲個頭添呢個老虎岩呢個名唔好聽，所以後來咧香港政府起呢個咧起屋嘅時候咧就改名叫做樂富樂富即係老虎係嘛咁咧鹽田起屋嘅時候唔好聽，我叫做藍田係嘛，即係其實就係咁嚟㗎佢呢個俾我休息下嘅即係嗱高等教育我唔特別講啦
因為有一件事咧係需要補充一下嘅，就係1952年咧，香港政府高等教育委員會咧就係支持香港要辦第二間大學啊，呢個就係後來嘅中文大學嚇。咁咧就1955年嘅時候咧，政府委任呢個香港高等教育諮詢委員會啊，即係咁林志峰咧就係負責做呢一件事嘅嚇。咁喺第二年咧就係呢個咧香港浸聯會就籌設浸會學院啊。咁當初咧未有校舍，就喺培正中學嗰度咧係呢個咧係借地方辦嘅。咁後來起咗新校之後咧，先至咧係搬過去嘅嚇。咁呢個有一個嘅即係古仔向邊咧？本來香港中文大學咧浸會學院應該係有份嘅，因為林志峰博士就係呢個委員會嘅負責人嚇。但係因為浸聯會覺得如果加入咗之後咧就冇咗獨立性，所以咧寧願保留一間獨立嘅浸會學院嚇，咁就唔加入嚇。咁咧，香港政府覺得淨係崇基新亞咧就好似單薄咗啲，所以就將20幾間嘅其他私立大專咧就係拼埋一齊，就成立咗一間叫聯合書院啊。咁所以1963年嘅時候咧，就係崇基新亞聯合呢3間咧就係成為咗香港中文大學嚇。咁頭先提到就話1956年呢個辦浸會學院嘅時候咧，本來6個係，但係中國語文係辦唔成，因為冇人讀。點解咧？因為1949年錢穆先生喺香港辦咗新亞書院，新亞書院係文史哲嘅呢個咧係強項，咁你同佢爭自然吃虧㗎啦。咁有得揀自然就唔會讀㗎啦嚇。咁但係後來咧慢慢就即係再招生，就係都喺大概2年後咧。即係可以咧係辦到中國語文系，跟住就辦呢個史地系嚇。我睇過一份嘅文獻，就當時有一位浸會學院嘅教師咧，就係寫信俾林思峰博士，就係話你都似乎中意請新亞書院嘅畢業生，可唔可以咧？我哋唔好請。因為如果請咗新亞書院畢業生，即係證明佢嗰間學校叻過我哋。如果唔請佢嘅話，我哋或者可以叻過佢都唔定嚇。咁但係林志峰似乎冇接受，因為當時新亞書院即係培養出嚟嘅文史哲嘅教師咧，大概比較有份量，而且人工唔高，係嘛咁所以咧浸會學院都中意請。所以到我哋入去嘅時候咧，中文系又有呢個新亞嘅老師，史地歷史系啊嗰啲又有新亞嘅老師啊，咁啊到以至到呢個傳統傳咗後來咧，今日我李金洋教授同阿林啟賢教授都係新亞即係有關嘅畢業生嚇，咁證明咧林志峰係有眼光，佢唔會俾人哋咧係即係影響。總之應該請嘅好嘅佢就請嚇。呢封信好特別㗎嚇，即係呢個説明咗咧，即係當時新亞同浸會咧係競爭，因為兩間都係私立大學，即係呢個私立嘅大專邊間威啲咧，咁似乎都係即係需要考慮嘅一回事嚟㗎。咁啊，真係有封咁嘅信咧，即係又唔係傳聞，而係即係白紙黑字有呢個記載嘅嚇。咁但係始終浸會學院係教會學校，所以新舊約聖經都係必讀嘅。咁啊，後來都出現咗一個問題，就係1966年嘅時候，即係呢個文革出現之後咧，香港亦都有呢個咧係一啲嘅學生活動啊、運動啊等等嘅嚇。咁當時有學生就話：我入嚟讀，我唔中意讀基督教嘅嘢，你點解要逼我讀咧？所以就有一個咧就係。即係呢個咧係針對林志峰校長嘅呢個咧係活動，就係話希望唔使必讀新舊約聖經嚇。咁呢個係一件事。第二件事就係話成日靠人捐錢就係都唔容易辦嘅，因為教育係蝕錢嘅嘢，唔係賺錢嘅嘢。咁咧就越辦越辛苦，咁咧就即係呢個後來迫不得已咧就要加學費嚇。咁學生即係就覺得，
即係你又要加我學費，增加我負擔，所以就有呢個咧係活動咧，就抗議呢個林校長咧就係加學費嘅嚇，即係話佢掠水啊諸如此類咁嘅嘢嚇。咁咧當時好多外邊嘅人睇唔過眼啊！我睇過一份華僑日報嘅社論，就係告呢個咧浸會學院學生書，就係話你哋嘅呢個林子峰校長咧已經出盡八寶嚇，即係佢可以籌錢嘅方法都已經做齊嘅啦，你哋應該諒解佢嚇，就唔好咧再逼到佢咧係咁辛苦嚇。咁咧就因為喺1970年嘅時候咧，佢兩夫婦咧金婚大慶嘅時候咧，就係收到啲禮就有50萬呢個咧係港幣，咁佢全數咧就將佢捐咗出嚟俾學校嘅嚇。咁但係因為即係內外交迫啦，年紀又大，咁所以咧跟住就呢個咧係病咗，咁喺在任期間咧就去世嘅嚇。咁呢個咧就係即係佢做校長15年，為而家嘅浸會大學咧其實奠定咗基礎。咁接任嘅咧就係謝志偉博士，咁做咗20幾年嘅校長咧，一路發展到即係今日嘅嚇。所以即係創校嘅功勞咧，係唔應該呢個咧係即係忘記嘅嚇。咁我哋翻去潮州商會嚇，即係喺潮州商會30年嘅時候咧，林子峰咧就係有篇文咧係即係回憶佢嗰個嘅呢個咧係參與嘅。咁咧當時喺戰前同創辦嘅人裏邊咧，就係去到1951年戰後咧，只係剩翻3個。我印象中咧，戰前大概有20幾個創辦人嘅，咁咧剩翻3個，所以被稱為商會3元老之一嚇。咁咧佢一路做呢個理事、監事、會董，捐巨盤，而且參與呢個商會中學嘅呢個落成等等嚇，即係咁可以話咧係出錢出力嚇，為呢個商會咧係做好多嘅事情嚇。咁特別重要嘅咧就係1971年呢個潮州會館就係呢個地方咧就起好啦。潮州商會終於有自己嘅即係呢個新嘅呢個咧係即係會址嚇，亦都啱啱係商會50週年會慶，咁佢好高興就寫咗篇文章，就係回顧50年嚟咧潮州商會嘅情況嚇。咁咧就即係可以睇到咧，就係話由1921到1971，佢都係身體力行、全心全力咧係資助呢個咧係潮州商會嘅發展嘅嚇。咁可以話佢嘅事業咧即係一個就係潮州商會，一個咧就係浸信會同埋浸會學院嚇，另外一個咧就係青年會嚇。潮州商會咧就即係同我有些少關係啦，因為即係第一我係潮州人嚇，話時有潮南嚇。咁咧大學畢業嘅時候咧，因為屋企係做呢個米鋪㗎，咁咧屋企人建議就不如你去潮州商會咧做呢個咧係秘書啦咁因為啱啱當時有一個位嚇，咁當時諗住咧都可能會做即係潮州商會嘅呢個職員都唔頂㗎，但係因為啱啱考到入呢個咧係研究院，結果就放棄咗呢個機會，咁咧就如是者咧就去到潮州商會90週年嘅時候咧，就揾到我咧，就呢個咧係編潮州商會嘅90年嘅歷史嚇。咁點解要揾到我咧？第一就係要揾個潮州人，咁咧寫落去可能親切啲。第二要揾個寫歷史嘅或者一個文人啦。咁當時最有地位嘅當然就係呢個咧饒宗頤教授嚇。咁但係饒宗頤教授地位咁高，年紀亦都唔輕，咁咧冇理由叫佢寫本咁嘅書㗎。咁結果咧就請佢題字咁亦都有人咧係提呢個咧係趙令陽教授，因為趙令陽教授都係呢個潮州人咁但係佢係香港大學嘅教授即係呢個咧係即係呢個
教研事務都好繁忙，咁結果咧就呢個責任就落咗喺我身上嚇。咁所以咧，我對潮州商會同林思顯即係博士嘅事業咧，就即係呢個咧係有比較多嘅認識嚇。咁啊為咗要咧，即係等大家有一啲清楚嘅呢個情況咧，就係我喺呢個咧係潮州商會嘅文獻裏邊咧，就揾到呢個兩篇嚇。一篇咧就係姚宗儀教授為呢個潮州會館嘅即係寫一篇碑記嚇。另一篇咧就係林子峰1971年，其實佢過身之前咧就係為潮州商會50年嘅回顧啊。我諗可能係佢最後一篇嘅文章嚟㗎啦嚇。咁啊，今日就派俾大家嚇。姚宗儀教授嗰篇碑記咧，你翻去慢慢睇下。我相信而家嘅學者咧寫唔到㗎啦，係嘛？寫唔到㗎啦。原來就喺呢度嚇，就喺呢個位嚇。咁咧，大家翻去睇睇佢嚇。咁林子峰博士咧就將佢由1921年到1971年嘅呢個商會嘅發展咧嘅歷史咧，都呢個咧係寫咗出嚟嘅嚇。咁因為喺浸會呢個咧係有好多嘅教學經驗同埋感觸嚇。原來我又抄到一篇文咧，就係林子峰博士咧寫俾呢個大學生嘅一篇文章嚇。咁咧，佢就勸啲大學生咧就好好地讀下書，好好地咧係研究中國文化啊。咁咧就我寫咗一篇短文咧，就俾大家去睇睇嘅啊。咁呢個都可以俾大家睇嚇，或者留為一個紀念嚇。點解咧？因為佢話香港係一個中西文化交流嘅地方嚇。正如浸會大學嘅校歌中西結合昌明學術嚇，英文叫做 Where East and West United their best 嚇，就係咁嚟嚇。咁但係佢話香港雖然重視語文，但係呢個咧語文唔係咁嘅，應該咧就係要重視翻中文嚇，中英並重嚇。所以香港嘅中國人應該咧就認識中國文化領略呢個咧係英國文化，中西並重先至可以成為一個通才嚇。咁咧佢特別即係呢個強調一樣嘢，就係話即係香港嘅教育應該係一個全人教育，唔係一個語文教育，淨係語文教育係唔得嘅嚇。翻嚟嚇，咁咧即係我當時寫呢篇文係有所感而發，因為咧即係今日我哋太過重視呢個咧係即係語文，甚至將語文教育作為呢個咧係中學、大學教育嘅呢個咧係即係呢個咧係主要嘅呢個項目。其實呢個唔啱㗎，因為香港要嘅係一個咧係通才教育，係人才教育嚇。咁呢篇文咧，雖然佢係即係主要為浸會學生而寫，但係其實為香港所有嘅中學、大學嘅學生、教師咧，其實我覺得今日嚟講咧，係應該更加要重視嘅，係嘛？即係咁，所以即係我粗粗略略咁樣咧，就將呢個林子峰博士嘅生平嚇。即係因為佢牽涉嘅嘢相當之多，咁但係咧，我只能夠咧就係將一啲重點咧係即係講咗出嚟嘅咁所以我最後都係強調一樣，就係佢嘅事業以一個商人開始，而成為一個銀行家、企業家亦都以一個文人接受呢個咧人文教育開始，而成為一個咧係宗教家。呢個慈善家，以至到咧晚年係一代嘅教育家咁即係希望大家咧，即係以後可以多啲咧係留意下，因為今日年青人我諗即係認識佢嘅亦都唔多，係嘛？即係甚至我見到啲大學生，因為我做校史館嘅時候咧，就將佢幅相擺咗喺呢個咧係即係最即係開頭嘅位置嘅。有啲學生行過，邊個嚟㗎咁但係今日咧，唔知係因為裝修啊，因為咩關係咧，連嗰幅相都唔見咗㗎啦。好多謝各位。